地对有啊。哦，这个也是学问呢，哦。嗯。竟然有老师发明这个。你做阮读。哦，反正这老师我做地会哦。真哦，真可能。80个。哦，发明那个带子的这个绳子啊。哦，是啊是啊。哦，看那个牛啊，好势哦，一个牛的。哇，这搞啊，这山药达人赖老师哦，最佳示范。哇，那绳子一拉就拉出来了。对，可以。哦，我买龙须甲买肥料，哦，这肥料这25公斤的，390块，两价多少？哦，讲要标签的，有讲标签啊打的安尼，他袂去人乌干。大哥的名无？哎，做肥料吼，小小的尔。哦，这肥料，哎哟，迄肥料放咧，咱像生果安尼有正常无？迄无紧呢，啊，咁就搁砍一平，咁就搁砍一平，咁肥料放咧，咁就搁砍一平，砍一平迄个肥料，唔是啊，土啦，肥啊土啦，肥料也爱砍土啦吼，哦，是乌坑，哦，是乌坑。哦，土爱砍嘞，哦，谢，感恩就有汤啊，招人用，乌坑啊，肥啊放咧，啊砍土，啊最后再压水哦，遐肥啊方法。